Hello， 歡迎收睇成才研究所，我係 Aaron， 我係 Alex。Alex 啊，呢個關稅嘅議題咧，由我哋節目開始陪伴到而家咧，似乎都告一段落啦，係咪啊？係冇錯，由日內瓦中美聯合聲明到依家，其實關稅對我哋中港股市個影響係已經淡化得好犀利。咁我講講依家其實由日本啦、印度啦、歐盟，其實佢哋咧都見到中國嗰個態度咁強硬，個結果出嚟又咁即係都唔錯之後咧，佢哋陸陸續續都好強硬咁樣用嗰個態度去同美國去做一個談判咁樣。咁但係呢件事咧，其實喺90日內談判呢一個咁嘅預期咧，係慢慢發生緊嘅。咁不穩定性都係大大咁減低咗啦。咁今日有冇啲乜嘢同我哋講下咧？聽聞有啲乾貨拎咗上嚟。其實係嘅。咁我有一個好尊敬嘅前輩啦。咁佢都係大概1年前度同我分享咗呢一個咁樣嘅理論同埋睇法。睇嚟後面都唔少高人啊！係，我都好中意同啲前輩請教咁啦。咁呢一個嘅uncle 啦，咁佢就同我講因為中港股市同美國嗰啲45度角長升嘅大牛市好唔同。咁其實中港股市你個表現如何咧，好睇你點樣去揾時機去入市同埋去獲利嘅。呢一個我諗大家都即係好有心得啦喺呢一方面。咁佢咧就將呢一個中港股即係市場咧分咗做6個唔同嘅階段。咁第一個階段啦，我哋就叫做 speculation。第二個階段咧，我就叫 confirmation。之後咧就叫做 FOMO。之後咧就叫做 hesitation。之後 realization 同埋 fear。咁 fear 之後又去 speculation 一個 cycle 咁樣。咁我喺簡單講咗成個呢一個 theory 嘅 structure 之後咧，講講點解要用呢一個角度去睇股票先啦。即係6個唔同嘅循環咁樣。6個唔同嘅循環。咁其實我自己間房嘅嗰塊板度咧，其實我都有6個唔同嘅階段，就長期定義住依家我哋屬於係邊一個階段咁樣。咁anyways 我哋言歸正傳啦。咁因為咧其實股市啦，後面做決定嘅人，包括你係 institutional 嘅你係 long， 你係長線基金又好，對沖基金又好，被動基金又好，指數基金，唔同類型嘅 institution， 其實佢哋咧背後都係人嚟嘅。咁人都會有自己嘅人性啊，有貪婪恐懼啊，有控制唔到自己嘅腦。我都相信人係控制唔到自己嘅腦諗啲乜嘢，同埋佢哋嘅行為。咁將呢一樣嘢擺喺股市度咧，其實尤其是港股咧，係對我哋好大嘅幫助，同埋可以避免喺一啲低位俾恐懼嘅情緒掉走多啲貨啦，或者高位俾貪婪嘅情緒去高追咗咁樣，亦都係好多可能我哋身邊聽嘅朋友啊、屋企人啊都會發生過真真實實嘅一啲嘅例子啦。咁講翻呢6個情況先。我哋見到就係其實之前24874，即係我哋上一個月前左右啦。咁恆指就好似想破頂，跟住大家就其實周邊嘅人其實都好興奮嘅。咁之後都個個都話覺得港股係一個大牛市啊，亦都好多3萬點啊、3萬5啊，當時好多呢啲咁樣嘅聲音出現。咁大家當時都衝入去買貨啦，係啱啱做高位嗰2日嗰2支細細嘅十字星。咁之後就當然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就係有個嘅 hesitation， 即係我都話 FOMO 之後係 hesitation， 大家開始猶豫啦。之前一路中間位低位買咗貨嘅機構，可能開始去獲利啦，亦都大家見到關稅嘅一啲聲音開始覺得不穩定性嚟啦。咁開始有個 hesitation 跌咗可能幾百點、千零點，之後就關稅啦。關稅嘅4月2號個關稅就大咁低開再插，咁嗰陣時就係 fear 嘅一個階段，有一個技術性嘅反彈。我呢個技術性反彈咧，我稱之為一個 speculation 嘅一個階段。咁 speculation 之後咧就會係一個 confirmation， 就係我哋 speculate 完之後啦，真係個升浪或者個跌浪係延續到喎。咁之後繼續有個 confirm 嘅一個階段。咁之後再去 FOMO， 尤其是我哋喺中港股做投機或者投資嘅行為嘅話，咁你都要揾投資，你可能揾一個好嘅買點；投機你亦都知道幾時買幾時獲利。咁呢一個咁樣嘅 theory 咧，我自己覺得其實係 prospect theory 同埋 behavioral finance， 佢哋兩個遇到相愛生咗個 BB。咁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今集我想帶俾大家嘅一個分享啦。咦，咁其實我哋而家咧係屬於咩位要做啲乜嘢嘅咧？係，我都知你會問呢個問題。咁而家喺我間房嗰塊板上面咧，其實依家係屬於一個 confirmation 嘅位置，而且係啱啱由 speculation 轉入 confirmation。咁我自己會睇啦，其實由跌3000點嗰日啦，其實
恐慌啦，跟住大家開始喺嗰個位買貨 speculate。我哋第一集都建議大家唔好恐慌性沽貨，等21,300同22,000呢個位，其實距離嗰日個收盤其實呢個都成2,000-3,000點嘅一個距離㗎啦。咁呢個反彈我自己會係認為係一個 speculation 嘅階段。之後去到日內瓦中美聯合聲明嗰度開始所有嘢不穩定性啊，打仗開始降低啦。咁其實機構投資者同埋一啲比較客觀嘅資金咧，其實會慢慢入市。咁呢個位我覺得直至到依家咧都係一個 confirmation 嘅一個階段嚟嘅。咁呢個位我都建議大家要買貨啦。而且之前我雖然同大家講22,500嗰個位買齊7成貨，但係見到個市上個禮拜即係呢一個禮拜啦，掂咗2次23,000係落唔到去，咁可能就提早少少買貨啦。咁就之後咧可能上到去24,800上一個前頂嘅時候，睇下個速度同埋個成交啦，可能又會有啲 FOMO 嘅情況出現，或者係一個好穩定嘅 confirmation 上，當然係最好啦。咁我哋到時都會同大家一齊去睇下當時個市況係如何。咁我哋有咩板塊要注意呢？咁我上一集咧就同大家講3個板塊啦，科技類啦、金融類啦同埋航運股。咁呢一個禮拜嚟講咧，其實金融股係發揮得非常之犀利、非常之強勁嘅個走勢。咁航運股啦，亦都喺我哋出咗嗰一集之後，第二日其實升咗好多個股都接近 double digit 嘅一個升幅啦。咁反而係科技股，因為可能有一啲嘅事件啦，有啲打壓制裁啦，同埋有一啲嘅業績嘅情況，令到可能某一啲嘅科技股表現得冇咁好。但係一啲績優嘅科技股咧，我反而覺得係需要喺呢啲時候去買嘅。依家嚟講咧，雖然不穩定性係降低咗好多啦，但係都留意翻一樣嘢，就係6月尾到期嘅啲美國國債嘅處理問題。咁都好快咯喎！係啊，6月尾咁Moody 都下調，即係首次去下調咗美國嘅信用評級啦。咁呢一樣嘢要睇下美國去點樣處理，究竟係不了了之咁樣又提高嗰個債務上限，然之後再債冚債啊？但係短時間內會唔會有啲波幅咧？短時間內咧，其實佢下調評級咧，上一次下調評級嘅時候咧，其實係第二個 trade day 咧係跌得好犀利嘅。咁但係今次我哋見到Moody 下調咗評級之後，其實個市係冇乜影響。大家可能一早已經預期咗呢個國債嘅問題會令到呢啲咁樣嘅機構會下調佢嘅信用評級，所以就其實已經反映咗喺入邊。好啊，咁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喎，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